这个联合国是来表示讲，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了后，乌克兰有超过150万人走离开家乡，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发展上紧的难民的危机。乌克兰南部一间孤儿院，伫俄罗斯攻占着当地核电厂了后，老师是带着200外个囡仔，坐着24小时的火车到乌克兰的西部。阁有一个11岁小男童，因为父母必须留伫乌克兰，伊是靠着写伫手底的这个电话号码，家己一个囡仔成功翻过乌克兰，走到斯洛伐克这个国家，顺利来逃命。 200外乌克兰孤儿无哭嘛无闹，伫咧柜台乖乖排队。老师带因为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来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，准备搬车去波兰。大家想到战争的画面，赶快心惊惊。Запоріжжя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там знаходитися, коли повітряна тривога, постійно в підвал ховатися. 就算大家真冷静，带队的老师看到学生啊，赶快嘛是艰苦甲脑更甜。Коли сім'я розірвалася, дуже важко. Я вибачаюся. Просто слів немає. 啊，我乌克兰的波兰城市，这间饭店真拍手，收买700个乌克兰孤儿，嘛提供餐点和房间服因。 Są to dzieci z domów dziecka z Kijowa, z Odessy, z Charkowa. 啊，一个乌克兰囡仔兄虽然唔是孤儿，不过伊会打真在，因为伊的爸爸妈妈爱留伫咧乌克兰，所以伊就家己一个人为乌克兰南部走去斯洛伐克。除了亲学小路，伊敢排排啊、护照、个塑胶袋啊，嘛伫咧手记录电话号码，尾啊顺利联络到斯洛伐克的亲情来解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